遠，這等天地之異象，這是登仙路大開的徵兆啊！難道真讓這小子給練成了？唉，為何我體內依舊毫無仙氣啊？水到渠成，如今就差個紅塵劫了，是時候讓他下山了。哎，為師早就跟你說過了，這修行如逆水行舟，你平日裡把師父說的話都當耳旁風了。哼，現在知道錯了嗎？師父，您別總是說我，要不您上來讓我開開眼？嘿，你還質疑為師？好啊，那為師就讓你見識見識。師父，我就是開個玩笑，您別當真。誰跟你開玩笑？拿着，下山去吧。師父，你別趕我走啊！你天資愚鈍，不可教也。早日下山討生活。為師教你的那些小伎倆，夠你行走於江湖的了。師父，弟子謝師父養育之恩，來日定涌泉相報。等等，師父，为師擔心你天生愚鈍，在你兒時的時候，給你許配了一個媳婦啊，拿着她找北域楊家。哦，那我走了。走。臭小子，真讓你打開登仙路了，接下來就剩紅塵劫等着你了。師兄，前山道心穩固，區區紅塵劫，你還整天忽悠他，說他資質差勁。他這資質都算差勁，那我們倆還到底算個啥呀？這也是為了他好，但也不用忽悠他呀。依我看，是秦聖比你有天賦，你心裡極度不平衡吧？難道你忘了阿祖師弟？修煉有成後，沉迷世界的貪色權財，最後導致迷失在紅塵劫之中。登仙路上心有雜念，身死道消。楊家就是我為他設的一道考驗。我相信秦生肯定能順利度過紅塵劫。你就是心裡不平衡。這徒弟的天賦比師傅的天賦還高嗎？懶得和你廢話。師兄，師兄。北域杨家，我就一廢人，他們能看上我嗎？哎，要是他們看不上我，指定會退婚，說不定給我一大筆銀子，夠我逍遙一陣。师傅，杨沁，前面就是秘境神梯，你走投無路了。闪宁啊，交出清玄心诀，要不老子杀了你！是陈家派你们来的。现在才知道，晚了。哼！站！你当真要上这秘境神梯？你找死吗你？不然你以为我過來是幹什麼？是為了散步嗎？回來！這一旦上了這秘境神梯，就只能往上爬。一旦下來，就會身死道消，墜入地獄呀！哎呀！傳說中的天梯，這沉重的威壓，壓得我骨頭都快碎了。
這位姑娘，你是扭到腰了嗎？这位姑娘，你是扭到腰了吗？武道宗师都没法踏入的秘境，他怎么走下来的？你怎么从上面下来的？怎么了？这山上是我家。你家住在秘境？什么秘境？你先起来再说。奇怪，我的身体痊愈了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是他帮我抵抗了秘境神体的威压？他到底是谁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他就这样走下去了？老赵，这小子怎么下来了？你不说那个秘境神体只能往上，他不能往下吗？哎呀，史记是这么记載的呀。這人怎麼可能呢？難道他是聖子？請問你們兩位在我家門口有何貴幹？你家門口？沒什麼，我們這就走。回來，楊靜還活着，我們怎麼和趙家交代呀？還是你個蠢貨！你見過有人走神體跟鬧着玩似的嗎？保命要緊嗎？前輩，那我們先走了。走吧。啊？怎麼突然就走了？前輩。啊？前輩？你是在叫我？方才多謝前輩的救命之恩。救命之恩？這也太誇張了。姑娘，貧道還有要事在身，就先告辭了。自從爺爺死後，留下的清玄心訣導致楊家四面楚歌，可惜了。要是能結識這位高人，說不定能幫楊家解決這次滅頂之災。前輩，我還沒問您的名諱呢。沒想到那個年輕人居然從秘境神體走下來，恐怕實力遠高於老夫呀，很有可能是秘境聖子啊！那個人在外界自稱聖子，而且自由出入秘境，被秘境老人收為徒弟的人。哎呀，幸好我們跑得快呀！哎呀，秦道長，請。哇，楊家還真是財大氣粗，這裝潢不比師尊的道觀差多少啊！這要是被退婚，肯定能拿到一大筆彩禮。老爺，這位便是秦生。楊家主，晚輩受家師之命前來完成婚約。還真是老爺子當年那塊玉佩。這年輕人到底什麼來頭？全身上下毫無真氣，老爺子卻對這門婚事如此重視。爹，當年您進入秘境，到底看到了什麼？秘境的事情，知道的越少，對你越好，就不要再多問了。切記，若日後有人拿這枚玉佩上門提親，無論何人，你千萬不要推脫和怠慢，一定要同意這門婚事。爹，你好好休息。你先答應我，若你不能做成這件事情，為父便是到九泉之下，也不能瞑目啊。好，爹，如果以後有人提親，我一定按你說的做好。好，張道長，你要信守承諾。爹！楊家主，那這婚約是否還作數啊？這是自然，只要你持有這塊玉佩，不管你是不是撿的，
我都会履行承諾，也算給老爺子一個交代。去叫二小姐來。是。爹，我才不要嫁給這個家伙！爹，我才不要嫁給這個家伙！小寧，你胡說什麼？爹，你看這歪瓜裂枣的樣子，這玉佩指不定是哪兒偷的呢。閉嘴！這是你爺爺當初定下的婚約。爺爺定的婚約跟我有何關係？要嫁你嫁！你看看你家的好女兒。相公，老爺子死後我們都自身难保了。不如給他些银子，讓他走吧。给他些银子，這怎麼能行？那既然杨小姐也不肯嫁，那贫道就不再强求。贤侄，你这样也好。陈管家，去拿些银子珠宝来。是。外人皆知我杨府结义忠孝，若是怠慢了秦道长，怕是落人口实。嘿。这位姑娘，你是扭到腰了。那个小道士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有个叫秦生的来提亲，说要娶二小姐，要来娶小寧。带我去看看。是。不愧是杨家，真大气！这些银子珠宝够我后半生衣食无憂了。拿去吧，我楊家並非無情無義，這些金銀珠寶，只要你不揮霍，夠你逍遙半生了。怎麼還嫌不夠多呀？楊小姐，銀子無論多少，貧道都會收下。你何須如此刻薄潑辣？你罵誰潑辣呢？沒把你直接從家裡趕出去，已經是我們寬宏大量了。閉嘴！我平日是不是對你太縱容了？爹，這婚不能退，必須結，否則日後我到了九泉之下，怎麼跟你爺爺交代？爹，分明是你放不下臉面，才不肯退這婚約。哼，人家秦道長都已經同意退婚了，你這又是在做什麼？啊，對，沒錯。銀子快到手了，別在這時候出狀況啊！爹，我才不要嫁給這個癩蛤蟆！你這個逆女，你是要棄子為婦嗎？發生了什麼事？是誰要娶小寧？是你？你怎麼在這兒？你是紫雲山那個？正是在下。是你要娶小寧，楊家有救了。姐，就是他拿了個玉佩，上門張嘴就說要娶我。你看他這副歪瓜裂棗的樣子，一看就是個騙子。閉嘴！我聽明白了，小寧你不想履行這門婚事。我也覺得你不應該嫁給他。姐姐，你最好了。琪兒，別添亂。爹，如果小寧不嫁，我嫁不就行了？姐兒，這話可不能亂說。姐，你說什麼呢？你閉上嘴。娘，如果我們不答應這門婚約，那爺爺他怎麼能安寧？只怕外人也會說我們不盡孝道，所以這婚我必須結。其實沒有這個必要，貧道這就拿着賠禮離開就是。等一下，快把這些庸俗之物收回去。是。秦道長怎麼能被這些金錢所羞辱？我的銀子，我的錢呢？晴兒，為父很欣慰你能夠識大體，可是你不是說你要嫁給什麼世外高人嗎？而且秦道長也沒有這個意思啊。我貧道是為了婚約而來，誰都行。怎麼能誰都行呢？你看我的大女兒，
刁蛮任性，脾气暴躁，你们俩不合适。爹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那既然这样，那贫道就先拿着银两走了。哎，不行！爹，刁蛮任性、脾气暴躁的明明是小宁，你别捣乱了，行不行？姐姐，我……傻闺女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为父是不想你为难，所以才想让小宁牺牲，好给你爷爷一个交代。合着我就是一个牺牲品啊！爹，你不必多说了。作为长女，这婚约理应由我来完成。况且，这应该也是爷爷当初的意思。不行，为父坚决反对。你是杨家的天之娇女，又是家族的唯一继承人，我不会让你轻易嫁给他。我不管，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那明日我就跟他私奔。那秦道长又是什么想法吗？我没意见。罢了，毕竟这也是老爺子當年定下的婚約，就當是完成他老人家的遺願好了。楊家這次真的有救了。3日後成婚。等一下，姐，趁現在還沒生米煮成熟飯，你反悔還來得及。你要反悔了？不是啊，我想明天立刻成婚。秦道長，沒想到我們竟有這般緣分。我又不是什麼洪水猛獸，你這麼怕我做什麼？楊小姐，我知道你並非真心嫁我，你今後打算怎麼安置我啊？你怎麼知道我並非真心？我就是一介廢人，修行多年也毫無進展，連師傅都嫌棄我。一介廢人能登上神梯，那我算什麼？什麼神梯啊？沒什麼，別浪費時間了，先幹正事吧。楊小姐，你別亂來啊！秘境聖子很快就要成為我的夫君了，過了今晚，我們就是夫妻了。你怎麼比我一個女人還扭捏啊？楊小姐，不要我！這睡眠這麼好嗎？倒頭就睡？哎呦，就算睡覺也不能睡地板上啊！頭好痛！昨晚我是不是被誰打了？大小姐不好了！慌慌張張的做什麼？有人上門鬧事！什麼？我都嫁給秘境聖子了，還有人敢上門鬧事？站住！幹什麼呢？楊家主，怎麼不見有人迎接？是不歡迎我們嗎？他怎麼來了？哼！陈震，我女兒昨日才大婚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早就聽聞你女兒號稱劉英成第一天驕，今日我特地帶上弟子前來跟你較量，而且還給你們帶來了大禮。來人，上禮！上禮！老爺，這
你，哼！喜事送花圈，陈震这是完全不把杨家放在眼里了。自从杨老爷子死后，杨家是谁都能来踩一脚了。老东西，我都嫁给秘境圣子了，我看看谁还敢来鬧事。真当这天下是你们陈家的了？老东西，真当这天下是你们陈家的了？你就是杨家大小姐，号称流云城第一天骄。正是。怎么，你想和我切磋？小娘子，你说话挺狂啊！我们上擂台比试。晴儿，低调点。他是陈震的徒弟陈浩，大你10岁，现在也已经是6品高手，很难缠。你与他相差甚远。娘子，要不还是听爹的，低调点吧。这看着就不好对付。我们都是夫妻了，我现在低调不了一点。哦，既然你们2人想跟我比试，也不是不行，只不过光是比试有点无聊，不如我们加点賭注。若是我们杨家赢了，你就交出你们陈家在中原的3座城。好，等的就是你们这句话。如果你们比试输了，就交出清玄新诀。你闭嘴！谁人不知清玄新诀乃是我爷爷从秘境中带出来的，岂会与你做赌？我们跟他赌。什么？晴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杨成，依我看，你女兒都比你有膽識，你真是越活越像個王八。你才是王八！啊，娘子，要不然还是听爹的吧。我爹慌，你慌做什么？我，小娘子，我到底听誰的？爹，相信女兒，這場比試我們絕不可能輸。你有幾成把握？我有10成的把握。好，不愧是我楊成的女兒，我們就和他們賭。有情生在，比武絕不可能輸。看來娘子很有把握呀。你們誰先上啊？讓我來會會你。別，你不是他對手。爹，不必擔心，就當讓小寧練練手了。哎，這可如何是好啊？放心吧，這場比武我們不會輸，是吧，相公？是，你有把握就好。小寧，沒事吧？我沒事。陳震，說好的切磋，你徒弟為何下手如此之重？陳浩，怎麼那麼不小心呢？師傅，這不能怪我，是他弱不禁風，一拍就倒。楊成，看來是你的女兒學藝不精，怨不得別人。這只是第1場比試，後面我們等着看。我楊家可不是軟柿子。小娘皮，你很狂啊！有種上來跟我打一場！你，姐，幫我報仇，好好教訓他。哼，晴兒，拿着，就用爹的青雲劍，對待這種人，不必手下留情。小心一點。相公，你上。讓他上，讓我上？讓我上？你不上，難不成我上？我上不了，我什麼都不會。晴兒，你這是做什麼？不可胡鬧！我沒胡鬧。就算你後悔跟他成婚，但也沒必要讓他上去送死。
这门奇事可是你昨日亲口答应的，现在后悔，你让我如何面对你九泉之下的爷爷？爹，你想哪儿去了？秦升，他能赢。这女人该不会是想要借刀杀人来悔婚吧？太可怕了！你在磨磨唧唧的干什么呢？到底还打不打？不打就认输，别在这浪费时间。杨大小姐，你这是在哪儿找的一个怂货？哦，真是白瞎了！你这个大美人儿，你骂谁呢？骂你怎么了？怎么，跟我上来比一场？完蛋，现在是骑虎难下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哦，对了，五雷符。此符是祖师爷留下来的五雷符，可召唤天雷，即使修行再强大的修士也难以抵抗。这么厉害？祖师爷的五雷符，差点忘了还有这一手。不过只有一场，只能祈祷不会再有高手来了，不然我是真没辙了。小子，到底打不打？打！今日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通天彻地，法力无邊。法力无邊？怎么，你還會仙術？貧道略知一二。楊大小姐，你這是在哪兒找的一個神棍？別着急，等會兒就讓你見識見識。姐，你還真相信這個廢物啊？晴兒，休得胡鬧！你們不懂，我相公可是天下無敵。相公，快上去，給他露一手。馬上，我先準備一下。你這種貨，可笑死我呀！要我說，就乾脆認輸算了，省得浪費時間。我倒要看看他怎麼在我刀下活，這刀劍無眼。不對，你普通人，沒有半點真氣。我相公乃是修仙的，不是練武的，要真氣有什麼用？等一下，我讓你看一看，我是怎麼用我的刀，把這小子一塊塊的切成片。年輕人，講話力氣不要太重，待貧道先施個法。死神棍，上了擂台還裝神弄鬼。你不要如此輕狂，等下輸了可別哭鼻子。笑話，對付你一個半點真氣沒有的人，就算我站在這兒，你又能如何？徒兒，好好陪他玩玩，當着大家的面讓他露一手他的仙術，也讓我們長長見識。聽到沒有？快展示展示你的仙術吧，好讓大家伙兒都瞧一瞧啊！祖師爺，剩下的就看你的了。你可說好了，站着別動。廢話，我就站在這兒，你倒是展示你的仙術啊！好，希望你別後悔。天雷敕令。這是什麼？就這，秦道長所謂的仙家手段，連讓我動氣的資格都沒有。貧道此舉是給你留3分餘地，現在認輸還能保全你這一身修為。楊大小姐，你這選夫的眼光實在不敢恭維啊！我就知道是這樣，真給楊家丟臉。閨女，你若是不滿意這門婚事解約便是，這又是何必呢？急什麼？讓劍使再飛一會兒。楊家大小姐，我最後問你一次，是交出清玄星訣，保住他的性命，還是眼睜睜看着他被我廢掉？你自己選。不必多言，你不就仗着自己會點世俗的武功，豈敢放肆？這仙家的法術，也豈是你能揣測的？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讓你看看得罪陳家的下場。不行，趕緊讓秦升下來呀！爹，相信他。想下去？好，我這就送你下去。現在想奮起反擊，晚了，晚了，一點都不晚。親手把你的雙腿雙腳挑斷。秦升小心！天雷敕令。
徒兒，我的徒兒，为什么？怎么好端端的被雷给劈了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那是什么？天雷，活生生把人劈成灰了。陈浩，这是被雷劈死了，莫非是秦声引动的异象？我早说过，我夫君不会让我失望的。承让，也多亏这雷来得及时。哼，装什么装？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赶上天雷误打误撞救了你，还真当是自己的本事。陈震，如今你徒弟输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愿赌服输，要么再派一个弟子上台，要么遵守之前的约定，兑现赌注。娘，还比什么比？他们那几个弟子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挡不住，还不如我来教训他，省得浪费时间。这场比试不作数，我徒弟不是输在你女婿的手里，是被雷给劈死的。比赛算不得数。啊，你这老家伙，你说话不算数啊！你别耍赖啊！大家都是亲眼看见的。你要真会召唤天雷，那我还会大荒求天指呢。不过是借了天威，也敢在我面前逞能。陈震，你还要不要脸皮？比试规则早说好，擂台上不分生死。如今你徒弟输了，你就开始耍赖。不管什么规则，我徒弟是被天雷劈死的，跟秦声有什么关系？这场比试不作数。方才虽不是秦声亲自出手，但你徒弟在擂台上倒下，按规矩那便是输了。你陈家也是名门望族，岂能如此不讲诚信？为老不尊，言而无信，真不要脸！再说一遍，为老不尊，真不要脸！小子，你自寻死路！欺负小辈算什么本事？多日不见，你修为又有长进了。呵呵，你倒是还在原地踏步。你们陈家不过如此。陈震，你身为陈家大长老，如此言而无信，恐怕不太好吧？分明就是这个小子太狂妄，不知天高地厚。老家伙，是你输了不认账，你把陈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好小子，我先把你杀了，给我徒儿陪葬。要动我家人，得过我这关。好，给我等着！慢着，走可以，但要把许诺的赌注统统留下，否则休想踏出这个门。真要那麼絕？如果是你們贏了，恐怕也不會給我們好臉色看吧。江湖講究誠信為先，難不成陳家人想要耍賴？好，好，好，本打算給大家一個台階下，可你們不識相，那就只能請趙老和江老出手了。啊，是人傑榜第一、第二的趙老跟江老，算你有點見識。他們二老一直就在附近，本不打算麻煩二位的，可是這都是你們逼我的。這第一、第二這麼強？他們是北域最頂峰的高手，代表着北域最強戰力。完犢子，我可沒有第二張五雷符了。哼，看來陳震是遇到麻煩了。上次就是因為聖子，讓楊沁那小妞逃掉了。那位秘境聖子？不能吧，只是巧合而已，怎麼可能那麼容易就遇到聖子呢？哼，只要不碰到聖子，我依舊是北域第一。相公，現在該如何是好啊？趙老、江老可絕非等閒之輩啊！怕什麼？有秦聲在，何懼他們？莫要胡扯！秦聲方才是運氣好，借着天威贏了陳浩，但趙老、江老都是九品的大宗師啊！姐，純靠運氣可沒法贏九品大宗師。
何況是他這個歪瓜裂棗。说的跟你能贏似的。哼，陈長老不過是比武罷了，何必驚動他二老呢？現在知道錯，晚了。爹，不要求饒，少跟他們廢話，在二老來之前，先殺了他們。別胡來！你要置楊家萬劫不復嗎？爹，區區九品有何懼？就算是趙老和姜老來了，我也不怕他們。別看我呀，我何德何能對付得了天下第一高手？好啊，小妮子，既然你口氣這麼大，不把二位長老放在眼裡，待會兒我讓你先下去，給我徒兒陪葬。你先管好你自己吧，就算是姜老和趙老來了，也保不了你。是誰如此口出狂言，竟連老夫都不放在眼裡？方才是誰口出狂言？不愧是北域最強戰力，此等氣質我遙不可及。算你有點自知之明，待會兒可別亂說話。二位前輩，你們要是再晚來一步，他們就要殺了在下。小小楊家竟敢口出狂言！二位前輩，這裡面可能有什麼誤會。我們楊家向來與二位無冤無仇，招惹陳家便是打老夫的臉。可是少跟他們廢話，明明就是他們受了陳家的好處，在這裡搬弄是非、顛倒黑白，和他們講道理，純粹就是浪費口舌。無知之輩，你在胡說什麼？又在胡鬧！趙老、姜老可不是陳家，我們惹不起的。難不成服軟，他們就能饒了我們？二位前輩，恕晚輩說句難聽的，若你們現在走還來得及，要是再過了一會兒，可就不一定走得了了。我去，看我幹什麼？我可沒五雷符了。哈哈，楊成啊楊成，你這個女兒這些年是不是把腦子給練壞了？竟然對二位長老出言不遜。趙兄，依我看，我們許久未出山，這些後生都快把我們忘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們也不必再客氣。先拿你開刀！快閃開！先生，別藏着掖着。怎麼會是他呀？娘子，你居然讓我擋在你面前，你也太不仗義了。我有分寸，男子漢大丈夫，難不成讓我一女子擋在前面？我看我姐就是想休了你。別胡說！哎呀，這怎麼回事啊？他怎麼在這兒啊？難不成他倆？二位前輩，這個臭小子不能放，他跟楊家是一夥的。什麼意思啊？這臭小子已經和楊家聯姻了，現在是楊家的倒插門女婿，先前還放出狂言說自己是真仙在世。別冤枉好人啊！天地良心，我可沒說過這話。哎呀，上次大人還需自稱真仙，可他不就是真仙嗎？莫非他和楊家一體？那楊家人豈不是聖子大人？二位前輩，今生雖然是我楊家女婿，但也只成婚了1天，有什麼事情就衝我來，不要為難小輩。爹，你說什麼話呢？既然我已經娶了楊沁，那我們就是一家人了，我們有事一起扛。你好，不愧是我楊某人的女婿。你說這句話還讓我有點看得起你。好一個情深意重啊！可是你們今天誰都別想輕易的走出這個門。二位前輩，還請二位出手為在下主持公道。竟敢得罪圣子大人！趙老，你打我作甚啊？打的就是你！参見聖子大人，我等有眼無珠，還請恕罪，還請恕罪。
見圣子大人，我等有眼无珠，还请恕罪。等一下，二位前辈怎么给杨家赘婿跪下了？莫非他在藏拙？闺女，你莫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我早说过要相信亲生的嘛。等一下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了？我可收不起这大礼啊！二位前輩，你們搞錯了吧？閉嘴！閉嘴！聖子大人，前面是我等有眼不識泰山，還請大人大量寬宏恕罪呀！還請寬宏恕罪。青兒，你早就知道了。你別聽他們胡說，我都不認識他們。哎呀，你就別謙虛了，我當時可是親眼看見你從秘境裡走出來的。秘境？什麼秘境？沒指望你是聖子，在現在的情況下，你能裝還是裝一下吧。起來吧！啊，謝聖子大人寬宏大量。二位前輩，你們二位拿我陳家的好處，卻不作為，就不怕我陳家家主怪罪嗎？哼！你得罪了聖子，還有臉跟我說這些？得罪聖子，必須得死！你們不能殺我，我是陳家的大長老，你們敢動我，家主不會饒了你們的。你家主來了，我照樣收拾。許久不見，長老口氣倒是大了不少啊！陈一德，你太狂妄了，竟敢伤我杨家人！杨兄何必如此急躁？他是誰啊？他就是陈家家主陈一德，也是人杰榜前10的高手。不过，就算他再厲害，和你比起来還是差點。姐，我要開始鄙視你了！你怎麼開始給這臭男人捧臭腳了？他要能進人杰榜，都是祖墳冒青煙了。小寧，我看你又是皮癢了。家主啊，他們膽大包天，害了我徒兒不說，竟想殺了我。既有此事，二位先前分明說過要庇護我陳家，可現在又出爾反爾，恐怕不太好吧？陳家主啊，你可知你眼前這位是誰？秦道長可是秘境聖子，你陳家長老得罪了聖子，那難道不是死罪嗎？兩位啊，你們當真是人老昏花，識人不清呢？他怎麼可能會是聖子？你在胡說些什麼？你們最好睜大眼睛看清楚，他全身上下一身凡氣，哪裡像是超凡入聖的聖子大人？你說他是假聖子？哎呀，蠢！你寧願相信他的話，也不願意相信自己親眼所見。對啊，我相信自己的親眼所見的。哎呀，那還廢什麼話呀？還不擒住他！赵老姜老輸了！趙老姜老輸了！怎麼會這樣？陳一德僅用一招就將二位前輩擊潰了。陳一德，你什麼時候練成的神通鏡？神通鏡算得了什麼？用不了多久，本家主便能突破桎梏，成就陸地神仙。神通鏡是什麼境界啊？聽着不簡單啊！你連神通鏡都不知道？神通鏡便是9品之上，不過在凡間已經100年無人突破，沒想到陳一德竟然做到了。聖子大人，你有把握打敗他嗎？老實說，我真沒什麼把握。你就別謙虛了。他謙虛什麼？但凡是個人都能收拾他。難不成今天就是我等死期？青兒，等下你先帶他們離開，我和你爹掩護斷後。哈哈哈！現在知道怕了，完了！
家主，萬不可放過他們，不然就是養虎為患了。這裡輪不到你說話。你們殺我陳家弟子這件事不能就這麼算了。不過，只要你們交出清玄星诀，我們還有商量的余地。家主，住口！杨兄，你可要想清楚。夫人，去把清玄星诀取来。可是，不必多言。杨兄，别说我不关照你们，明日来我陈家，我等共創秘境，帶進了秘境，有數不盡的寶物和玄功，等着諸位。來不來？你們可要好好掂量一下。陈一德邀請我們共闖秘境，肯定沒安好心。他為了清玄心法可以殺人，沒有什麼事情是他做不出來的。但他可不是在邀請我們，若是不去，恐怕不會有什麼好下場。哎，誰能想到這麼短的時間內，陳一德也突破了神通境？是啊，也不知道他得了什麼機緣。時候也不早了，要不我們先去睡覺吧？都什麼時候了，你還有心思睡覺？我看你是被嚇傻了。你就這樣，明兒去了也是拖後腿。小寧，說話客氣點，他是你姐夫，也是楊家人。行了，當務之急是要應付明日去陳家之事。依我看，去或許還有一線生機，起碼要先搞清楚陳一德他準備做什麼。我贊成秦生，不就是秘境嗎？那去就是。秦生不就是從秘境裡出來的嗎？等到了秘境，陳家又能算得了什麼？待去了秘境，便是聖子的地盤，哪用得着怕陳一德嘛？老夫也贊成。我也贊成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這麼說定，明日前往秘境。張子，我等先回宗門吧，明日便去陳家會合。哎，好。那你們也早點休息吧，明天可能還有一場惡戰。到底要不要跟他一起睡啊？要不還是去廳堂吧。這癩蛤蟆，一想到這癩蛤蟆娶了我姐姐，我就氣死我了。去，不去？我今天必須好好給他個教訓。去，不去？去，不去？這是什麼東西啊？這是什麼東西啊？哎呀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，還是去吧。這股力量是天人合一。什麼情況？小姨子，你怎麼在這兒？發生什麼了？別動，斷了。斷了？什麼斷了？要斷了。竟然好了！我竟然突破了5品境界！短短幾分鐘，我居然突破了6品境界，和姐姐一樣是6品武者了。你說什麼呢？是他治好了我的腰，又幫我突破5品，可這怎麼可能？莫非他之前一直在藏拙？那是天人合一，他很強，之前一直在裝，我就說，難怪姐姐心甘情願地嫁給他。你要是好了，就趕緊回去睡覺吧。哎呀，還是有點痛。哪裡痛？哪都痛，頭也好暈。我不管，
你要对我負責，要不我就找爹娘告状。哎，好，我负責，我先扶你回房间。好。还有，哎，那我先走了哈。你干嘛去啊？我这脚还没好呢。哎，我先去给你备点草药，给你疗伤用。不行，先帮我把鞋脱了。凭啥我帮你脱？哎呀，好痛！哎呦，头好晕啊！爹，娘！嘘，好，我帮你脱。要是让你爹娘还有你姐知道，怕是要把我当臊子剁。脱鞋啊！还有襪子。你，爹娘！哎，好，我脱。看来你病得不轻啊！你之前不是很讨厌我这个姐夫吗？我没病，我可好着呢。哎，行了，你先去洗个澡吧，我去给你备点草药，一会儿再给你做个针灸。好。不是做梦，看来我真是6品武者的境界了。他真是个绝世高人，有他在，说不定我马上就是9品武者的境界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忘了跟你说。你干什么？赶紧把门关上！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我是想跟你说，之前我師傅說我生病的時候，我是讓你出去，然後再把門關上。哦，原來是這樣。那你還做不做？不是，做什麼？就是做那個。你混蛋啊！哎呀，是做針灸，我師傅教我的。哦，是做針灸啊。要不然能是什麼？沒什麼，沒什麼，你先出去吧。哎，女人真是奇怪的生物，突然就暴走。姐姐肯定早就知道秦升是絕世高人，要不然怎麼會心甘情願嫁給他啊？哼，姐姐騙我騙得可真慘。不行，秦升本來應該娶的是我，我一定要把他搶回來。站住！你洗澡怎麼去了這麼久？我燒熱水耽擱了。哎呦，你快睡覺吧，明天還要赴會呢。那麼早睡？今晚是我們的新婚夜，難道你就不想做點什麼？你身上怎麼有股香水味？這個糟，肯定是楊寧的香水啊。其實啊，我是特地噴的，怎麼樣？還行吧？品味還不錯。那我們繼續。我們來打坐吧。以前啊，我師傅睡覺前教過我一套吐納之法，可以快速安定入睡。打坐？對啊，可好用了。快，一起來。眼前站了這麼一個大美女，居然只想着打坐。靜下心，跟我一起念：虛極靜篤，觀竅凝神。虛極靜篤，觀竅凝神。存一氣於混沌，守黃庭以報元。存一氣於混沌，守黃庭以報元。這功法竟然能調動如此濃郁的靈氣，怎麼突然這麼困？
昨晚发生了什麼？怎麼感覺好像做了個夢？好像那夢還有點真實。你醒了，跟我一起打坐。打坐，又是打坐。你除了打坐還會點什麼？修身養性，乃是修行者亘古不變的道行之一啊。光打坐有什麼意思啊？不如我們把昨晚沒做完的事情繼續做完。來，把眼睛睜開。娘子，修行者應當清心寡欲，你這樣……但修行道可不只是其中之一。你在幹什麼？不是我，是你姐太监动手的。姐姐，你在做什麼？你也太不矜持了！你怎么对秦道长动手动腳的呀？你說我？呸！真不要臉！你看把秦道長給嚇的。不是，你這大早上的抽什麼風？你昨日不是還很討厭他嗎？你們姐妹先聊，我先收拾一下。快說，又憋着什麼壞主意呢？哼，我憋壞主意，分明是你！你明明知道秦道長是一個高人，你昨天還一臉不情願的要嫁給他。原來你都已經知道了。哼，我不僅知道了，我還要搶回先前的婚約。分明要嫁給他的人是我。那昨日是誰鬧着不肯嫁？我不管，昨天分明是你詐我。小妹，你就別有這個想法。我和你姐夫呢，已經生米煮成熟飯了。秦升現在已經是我的人了，你就死了這條心吧。姐，不許走！父親，來，多吃點，待會兒可還要去陳家赴會。娘子，我自己來就行。你太卑鄙了！老夫辛辛苦苦培養的好閨女，怎麼就看上這麼個玩意兒？嘿嘿。小寧，今日怎麼吃這麼少？口味不合適。爹娘，我有話要說。有話就說。我不同意這門婚事。哦，就這事啊！坐下吃飯。你姐這門婚事是她心甘情願的，她開心就好。哎呀，不是，你們誤會了。秦升原本要娶的人是我，是他半路給我截胡了。胡鬧！哎，你別生氣，小寧可能也是想替姐姐分憂。不過小寧，以後這件事你就別再想了。你姐的事情早已生米煮成熟飯了。不是我。夠了，少說兩句，趕緊吃，一會兒還要去赴約。你太不要臉了！陈懿德竟請了這麼多武者，他是想讓所有人一同去闖秘境嗎？他這麼做肯定沒安好心，我們都得留個心眼。梁叔，好久不見。你爹呢？我爹呀，他隨後就到。諸位就先在此稍作等候。他誰啊？陳家少家主，年僅25，就已經是7品武者，天資聰慧。7品？那豈不是比之前的陳浩還厲害？楊沁，你身邊的這位是？少家主，這小子就是秦升，楊家的上門女婿。本少問你嘛。楊沁，你現在的品味還真是越來越差了，就找了這麼一個混小子。這裡是陳家，都低調點，別和他們起衝突。爹，沒事，放心吧。我嫁給誰跟你有什麼關係？
就是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品种的癞蛤蟆，歪瓜裂枣的，还好意思说别人。杨宁，多日不见，你的嘴还是跟往常一样的贱。小宁，肃静。得罪了陈瑶，等下我们都别想活着走出去。爹娘，是他先骂人的。秦升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，也配和本少相提并論嗎？你也配跟我姐夫相提並論？也不撒泡尿照着鏡子。邵家主，他在罵你，我他媽聾嗎？死丫頭，你爹娘沒告訴過你，什麼人該惹，什麼人不該惹嗎？我管你是誰，全部照打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接下來我這一招。姐夫救我！哎，我，那本少就連他一起殺了，怎麼衝我來了？姐夫，你好厲害啊！你把手给我撒开！喂，你竟敢动手伤了陈少！哎，我沒動手啊，這事兒與我無關，分明是他自己倒地，你別碰瓷兒啊！楊沁，一定是你在背後幫他！你少冤枉人！我從頭到尾連動都沒動，分明是你不敵我相公。不可能！本少怎麼會輸給這樣一個廢物？一定是你在從中作梗！陳少，這裡面肯定有什麼誤會。閉嘴！陳震，在，把他們都給我圍起來。今天他們一個人也別想活着從這離開。是。陳少，咱們有事好商量啊。是啊，畢竟楊家都是你父親請來的貴客呀。閉嘴！你算什麼東西？本少給過你女兒機會，可惜她不珍惜，那就讓她跟那窮道士一起陪葬吧。早讓你們別亂來了。是他不講理，碰瓷在先，這事兒可不能賴我。都別吵了，先應付眼下的麻煩。誰能打斷這臭道士的腿，本少重重有賞。哼！啊！那臭道士不見了，我在你後邊。少主，靠！你敢偷襲我？這叫擒賊先擒王。臭道士，敢傷我們家陳少，你找死！先去，快回來！好，好，好，看來你們一個個都是不怕死的，那你們就都給我等着，等着我爹來了。你們一個人也別想活着從這出去。那在你爹來之前，先把你給廢了。姐夫說的有道理，反正已經得罪陳家了，不管怎麼樣都不會有好結果的。先把他給抓住。事到如今，也沒別的辦法了，先把他抓起來做人質。你們敢？得罪了！我看誰敢動我兒！剛才是誰說要廢了我兒？是你兒子羞辱我們在先，又動手傷人，我們廢了他就不錯了。原來是你這個冒牌貨！昨日冒充聖子大人，今日還敢來附會？我昨日就說了，我不是聖子，你們偏不信。爹，方才就是那小子偷襲我，還跟這個小娘們勾結在一起，重傷了我。是你先惹事在先，現在又反咬一口，你能不能講點道理啊？姐夫，你說的對，對付這種人不能手軟。陳家主，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這個事就先這麼過去吧？哼，你算什麼東西？打傷我兒，你們誰也別想活着走出去！
噬魂旗！这一段到底什么意思？是要把我们全部炼化了吗？噬魂旗，听着好耳熟啊，好像在哪儿听过。噬魂旗就是噬魂阵，如同万魂幡，能将人丢入熔炉中，将躯体炼化，就算是神魂也不能避免。本来还不到时候，可现在，我想大人肯定能原谅我的魯莽。哼，今天你们谁也別想活着走出去！你要真有膽量，就冲我姐夫来，看他怎麼收拾你！死丫頭，你給我低調點，真當姐夫的命不是命啊！姐夫怕什麼呀？他就一個凡人。小娘，你怎麼也像你姐姐一樣神經兮兮的？好，冒充聖子還敢大放厥詞，就拿你開刀！真衝我來啊！是赵老和姜老來了，太好了，我們有救了！終於是來了。二位前輩，多虧及時相助。我當是誰呢？原來是兩個手下敗將。怎麼嫌命長了，打算一同來送死？哼！老夫先前怎麼不知道你陳一德是個卑鄙小人，竟然修煉噬魂陣？難道逆轉入魔的？我就說你怎麼能通過神通鏡？原來是你修煉了禁術！少給本家主扣帽子，本家主只不過是要討回一個公道。哼！你最好想清楚，秦道長那可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就憑他，你們該不會還認為他是聖子吧？趙兄，少聽他放屁！上！這口鐘是什麼？這是九轉神鐘。當年兩位前輩就憑此鐘鎮壓了神通鏡的大能。有二位長老在，我們總算有了一線生機。兩個不知死活的老東西，還妄想挑戰我！去死吧！啊！怎麼會這樣？趙老、姜老輸了！趙老、姜老，哎呀，少子大人，我們沒事。真正的神通鏡，豈是你們兩個老家伙能撼動的？趙老、姜老都不是陳一德的對手，我們不是死定了？九品道宗師與神通鏡之間的鴻溝是無法輕易跨越的。姐夫，你快出手啊！我還不想死，還沒成親呢。小寧，不要為難姐夫，你和姐姐、姐夫一塊走，我給你們墊後。走？為什麼要走？秦生還沒出手呢。小青，這都什麼時候了，你就別再胡攪蠻纏了。哼，楊沁，你既然這麼相信你這個廢物相公，那你就跟他一塊兒下地獄去吧。好好享受你們生命中最後的時光吧。不愧是噬魂陣，這強大的力量，感覺我的武力值正在消散。先去，你要是有這本事，就別藏着掖着了，快使出來吧！秦生，這都什麼時候了，你就別再藏拙了，趕緊上啊！秦生，這都什麼時候了，你就別再藏拙了，趕緊上啊！小青啊，都什麼時候了，你還指望他？你沒看出來他就是個凡人嗎？我想起來了，這噬魂旗我在古籍上看到過，要破解此法，拔出旗子就行。笑話！本家主乃神通鏡所布下的噬魂陣，豈是你等凡人能輕易破解的？真是不要臉！就你也敢大言不慚！那麼有種，你們就試。金生生。管不了那麼多了，老東西，先圍牆！
爹！家主，家主，陈一德，刚才是被谁打倒的？不知道啊，难道是有高人相助？圣子大人就是陈玄，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他干的。啊，大人不愧是圣子啊，纵有万般神力，还能如此谦虚，哎呀，真是太难得了。大家看，我把旗给拔下来了。难怪陈一德飞出去了，他这是被噬魂阵给反噬了呀！你们快看，阵法的力量正在消散了。我们总算得救了。姐夫，你刚才太厉害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就完了。嗨，我只是碰巧在书中看到过，没什么。小宁，放開你姐夫！這是我姐夫，我想怎麼抱就怎麼抱。快放開！哎呀，您別鬧了。賢婿，真不愧是我親自選的女婿啊！要是換做平常人，早就腿軟了。那是，聖子大人那可是萬中無一的人中龍鳳。哎，沒什麼，沒什麼。是啊，要是沒有陳道長，我們怕是早死在這兒了。對，就是。爹，你還好吧？沒事。噬魂陣被破解，啟動者必受重傷。你現在怕是連真氣都動不了了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胡說什麼。你體內的真氣正在消散，和普通人沒有區別。你們找死！老子我忍你很久了，老子我忍你很久了。哎，我早就想干他了，主要是看不慣他平日裡的做法。陳一德，你藐視眾生，修煉邪功，罪該萬死。我可是聖子的使者，你們敢殺我，聖子不會放過你們的。聖子啊？什麼聖子？對啊，聖子大人不就在我們身邊嗎？你以為我為何能成就神通境？那是因為有秘境聖子的相助。秘境？秘境是什麼？聖子又是什麼？傳聞中，秘境中有幾位隱世的大能，但幾十年來從未有外人進入過。不過3年前，倒是有一位自稱秘境聖子之人從秘境中出來，道行深不可測。那這聖子肯定很厲害吧？哇，這……你們最好有點自知之明，趕緊把我們放了！哼，先斬為快！你笑什麼？我笑你們太天真，尤其是你們兩個老東西，竟將一個混小子當成聖子。哼，老夫我從來只相信眼見為實，錢道長就是聖子，我親眼所見。對，眼見為實，豈有假？姐夫，你真是聖子？哎呀，我早就說了，我不是聖子，這二老偏不信。我去過秘境，你不是聖子，還能有誰？娘子，你也不信我？你們不是要知道誰才是聖子嗎？你們馬上就知道了。要做什麼？只差半步，我便能踏入結丹期。只要陳一德那兒沒有差錯，本座突破那是遲早的事兒。只要突破結丹期，我定能得到張祖師賞識，拜入他門下。哎，師傅，那是什麼地方？靈氣好濃郁啊！那便是秦道長的住所，張祖師唯一的親傳弟子，平日裡千萬不可去打擾。張祖師的親傳弟子，陳一德遇到了什麼麻煩，竟然用玉佩傳言給我？姐夫，他
捏碎了一塊玉佩。这玉佩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哼，这塊玉佩是圣子所賜，只要我拿出玉佩，圣子馬上就會降臨。如果是真的聖子，我們可就糟了。哎呀，別這麼說，萬一那個聖子是個很好說話的人呢？看聖子的意思，好像他知道有人在冒充他。別白日做夢了，聖子大人的話，從來沒有任何人敢違逆他。別跟他說那麼多了，先幹死他再說。是何人進攻本聖子的人？參見聖子大人。你這個廢物東西，連這點小事都做不好。大人，此事與小人無關。住口！他就是聖子。這聖子的聲音聽着這麼耳熟啊，好像在哪兒聽過。耳熟？莫非你在秘境裡見過他？這聲音好像是我家那二狗子。誰啊？哦，就是我道觀裡一個長老的雜役弟子，外號二狗子。還真有人叫這個名字啊！誰正常人會叫二狗子這個名字？大膽！是誰在議論本聖子？大人，就是他壞了您的計劃。為何如此眼熟？嘿，老東西，是你兒子惹事在先，真不要臉！分明就是你們先動的手。聖子大人，就是那小子動的手，還有那個小娘們，他也參與了。此人毫無天賦，不配當養料。此女竟是天靈根，修仙奇才，還請聖子大人明鑑。住口！聖子大人，您這是在做什麼？本聖子不管你們之間發生了什麼矛盾，今日本聖子在此，是要共邀諸位一同進入秘境，共圖大業，所以還請給我個面子，暫且放下恩怨情仇。西區，這個你能應付嗎？爹，這我怎麼應付得了？你太高看我了吧？那就看在聖子大人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與你們計較了。他分明是一個假聖子，聖子為什麼不抓他呢？哎呀，這你就不懂了吧？這是聖子的一個小伎倆，他喜歡扮豬吃老虎，懂嗎？哦，原來如此。哎，那這個假聖子看起來就很強啊！蠢，這要是個菜雞，他敢假扮聖子嗎？你可真聰明啊！你別忘了，我們倆可是親眼看着聖子從秘境裡走出來的，眼見為實，懂嗎？誰真誰假，你還不知道嗎？還是你聰明，所以我們就配合好聖子，演好這出戲，會一會這個假聖子。諸位，3日後秘境見。那聖子大人，我們如何進入秘境啊？上了神梯，你便知。你們當真要去秘境？那所謂的聖子聽起來不太像是好人。去啊，這為什麼不去啊？對呀，那秘境必須得去。娘，我也覺得進秘境這個機會機不可失。你們怎麼都這麼激動？老夫呀，只是一直聽說秘境的傳說，早就想去看看了。哎，我也是。只要進了秘境，就能夠緊緊抱住聖子大人的大腿。夫君就是從秘境出來的，要進去那不是簡簡單單，說不定還能獲得什麼機緣法寶。其實我總覺得那什麼聖子沒安好心，他讓我們去秘境，卻沒說如何進。要知道秘境的雲梯只可上不可退，如果沒法走完神梯，那將萬劫不復。傳聞神梯會測試資質，只要資質得到神梯的認可，便可走完神梯。也就是說，那聖子就是要走上神梯之人。測試資質，那我覺得楊沁完全沒問題啊，他很有天賦。我這資質再好，哪比得上你啊？姐夫，那我呢？你差點意思啊！神梯無論如何都要走上去看看，都早點休息，明日早點出發。你要幹嘛？姐夫，你說呢？
我怎么有種不好的預感？昨天是你害我受傷，我還沒好呢。那你想怎麼樣？你說呢？哎，小心你姐過來了！我姐看見了又能怎麼樣？小牛，你別得寸進尺啊！姐，你怎麼來了？你怎麼來了？我若不來，某些人又要動歪腦筋了。哼，誰要動歪腦筋？這枚魂石本來就是我的，先前分明是你詐我，那也是你蠢。哎，好了好了，這樣吧，我有一個主意。什麼主意啊？要不你們兩個一起？秦生，你不要臉！姐夫，你真不要臉！這招果然見效快啊！就是有點疼啊！你們確定這條是去往秘境的路？前面就是秘境，之前倩兒去過。姐夫就跟着走吧，這風景還挺好的。可我總覺得這條路怎麼這麼熟悉啊？你來過這兒啊？我想起來了，這條路就是通往我家的路。姐夫，你該不會是要說你家住在秘境裡吧？可別吹牛了，快走吧。走吧。等一下，這還真是我家山門啊！你家山門？姐夫，你雖然很強，但你這毛病真得改，不能老是喜歡吹牛。真的？這裡再往上走，馬上就到我家了。你們愛信不信？吹牛誰不會啊？我還說我住在這兒呢。是嗎？那你上去個試試。我才不去呢，一會兒下不來可就完了。原来這個台階就是你們所說的神梯啊！我師父確實說過，只有資質的人才能上去。看來我們得回去了。回去？那不能回去，絕對不能回去。對啊，不能回去，神梯還沒上，秘境還沒進，不能回去。二位前輩，你們是9品的高手，當然還有機會。可我們上去了，那不是等死嗎？爹，你胡說什麼呢？我們這裡有人能上去。閨女，我不要聽你胡扯。趁早回家。是啊，我們這裡真的有人能上去。你終於願意上去了，那趕緊展示一下吧。我說的那個人就是你。你相信我啊，去吧。夫君不會騙我的。青兒，你快回來！賢婿，你這是何意呀？你這是要害死青兒啊！發生什麼事了？這楊家大小姐怎麼上去了？我靠！居然讓自己老婆上神梯！我去，秦道長這是打算私吞家產。秦生，我女兒要是有什麼事情，我跟你沒完。我相信楊沁，這神梯對她來說完全不是問題。楊沁乃是修仙聖體，天靈根的，師父肯定很喜歡這樣的徒弟，也算是我對師父的一片孝心了。賢婿啊，我不要聽你在這胡扯，快讓沁兒回來！哎，爹，淡定了。姐夫說沒事兒，那就一定沒事兒的。你怎麼也是這樣子呀？這就是神梯啊，只可上不可退。秦生，我要被你害死了。娘子，加油，往上走。我要是能下去，第一個就收拾你。哼！難道秦生真的看出我的天賦了？拼了，反正已經無路可退了。哎，可惜了，杨家这大小姐只怕是要死在这神梯上。闭上你的烏鴉嘴！姐姐，加油！怎麼回事？我竟然真的成功了！姐姐登上神梯了！女婿，青兒真是那什麼天靈根？我一般喜歡叫極品天靈根。你看，姐夫說的沒錯吧？說能成功，我姐就一定能成功。這聖子的眼光，那不可能有錯的。那現在姐姐已經上去了，我們是不是也可以上去了？那是自然，跟我走。好。
站住！七儿好歹也是天赋异禀，你一点修为都没有，不能去。贤婿，这可是秘境，不是闹着玩的，可别乱来。哎，贤婿，你走什么？站住！怕什么？姐夫说能做到，那就没问题。你叶眉的狐又瘸了，七儿怕是要守寡了呀！哎，无需为圣子大人担心，他自有把握。我没事。这怎么可能？难不成是神梯失效了？贤婿小心啊！爹，你别担心他了，他肯定没事儿。你们这都是怎么了？都丧着一张脸啊！呜！贤婿，你怎么不仅没死，还从台阶上下来了？这神梯不是只能上不能退吗？这神梯啊，一般人上不来，但是我可以。圣子大人，那我们呢？你们想上来的赶紧上来啊！一会儿可上不来了。哎，老夫来了，来了！加我一个。小宁，小宁冷靜點，先別去。啊，這怎麼可能？啊，這真能上去？難不成是秘境的力量減弱了？這秘境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衰弱期，但是時間不定，有時候是幾年，有時候是幾十，甚至上百年。沒想到我們運氣好，竟然遇上了。快，我們也去吧，等着我們。哇，終於回家了。這地方怎麼一個人都沒有啊？會不會有野獸出沒？怎麼感覺陰森森的？娘子放心，這方圓10里的野獸凶獸早就被清除了。我們還是原路返回吧。哎呀，娘子，隨我來。跟着姐夫走，肯定沒錯，我也來了。終於要到秘境的核心區域了，沒想到我老夫還有今天。老趙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。等等我們。大家別客氣，進來隨便坐。你幹什麼？真當這是自己家了？賢婿啊，這道觀可能是隱士大能的住所，咱們還是別進去為好。爹，別擔心，有琴聲在呢。姐姐姐夫，等等我！哇，這家具這柱子，一看就是用百年紅樹雕刻而成的。哎，老趙，哎呀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你們還真進去啊？走吧。哇！賢婿，你不要亂動人家東西，把人家得罪了就不好了。哎呀，別怕，這裡是我家，你們該吃吃，該喝喝，來。哎呀，你真當這是自己家了？等一下道觀主人回來了，你可別害了我們大家。姐夫，我先不客氣了。哎呀，這茶肯定不簡單，我們要細細品嘗。我也來一杯。娘子，你不來一杯？我第一次來你家，你就給我喝這個？別着急啊，晚上我帶你吃大餐。秦生，這裡真是你家呀？這茶我居然突破了9品之境。這是什麼茶？我只喝了一口，就突破了9品。哇，我突破神通了！這茶真是神奇呀！我也是。秦生，這茶不會有什麼問題吧？哎，不要咋咋呼呼的。放心，這是姐夫家，這茶不會有問題的。現在你腦子裡是不是除了你姐夫就沒有別人了？哼！是誰膽子這麼大，竟敢擅闖雲頂峰道觀？這道觀的主人回來了，
秦少，这都是你的錯。没事儿，娘。人家都堵门口了，你还说没事？哎呀，赶快出去给人家赔礼道歉，外面的前辈肯定不会和我们計較的。对，你赶緊出去道個歉。娘，外面那人啊，就是我們的守山長老王淵，等他進來再說。青兒，你趕緊勸勸秦生。娘，你那麼害怕做什麼？秦生難不成還會害我們不成？你們是什麼人？这位前輩，是我們魯莽擅闖了道觀，我們這就出去。王長老，一起喝個茶呀。秦少，你怎能對長輩如此無禮？秦道長，先前是我無禮，不知道是您回道觀，還請恕罪啊。前輩，您這是？你們便是秦道長的客人吗？你們有所不知啊，這座道觀的主人便是秦道長的師尊，而秦道長是未來的繼承人。你是道觀的繼承人啊？啊，我不是啊。其實我是被趕下山的，今天剛好回來。差點忘了，秦道長還不知道，其實張祖師已經把他當成繼承人。啊，對了，我師父跟師伯呢？你說他們呀，他們出山遊玩了，過幾天就回來了。嘿，他們過得還倒是舒坦，本來還想找我師尊，讓他幫我解決一點小麻煩呢。麻煩？連你都解決不了的事情，你張祖師恐怕也無能為力吧？那算了。這座道觀真是你家啊？你家真住在這秘境裡？你沒有騙我們？哎呦，我早就說了，我家就住在秘境裡，你們偏不信。我信，我信，我一直都信。老夫對聖子那一日堅定不移的信任，老夫也信。我對你的信任絕不動搖。那這位長老是？我就負責看門巡山罷了。要不是有張祖師青睞，我也沒有機會留在這山中。等一下，嫣虛啊，如果你是這道觀的繼承人，那之前那個聖子又是誰啊？我也不認識，他讓我們去的地方就在雲頂峰的犄角旮旯。秦道長，您說的人是？可能就是偷跑進來的吧。竟有這種事情，這是我的失職啊！我這就去收拾他。哎，不用了，正好我要去看看。奇怪，為何會有如此多的武者進來？聖子大人，怎麼了？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沒有資格通過神梯的測試。那個聖子大人，興許是他們運氣好呢？不可能，除非是有秘境的人帶進來，否則進不來。但是人多，豈不是多多益善？那楊慶為何不在？他的靈根是最好的，到時候我用秘法剝離他的靈根，為我所用。也許是還沒有進來。你是在找我們嗎？是你在找我们？你終於來了，秦生，你們膽子真是大呀！讓我們等着你們來。我看你們是膽子太肥了，竟敢假冒聖子。哼，假冒聖子，這是什麼意思？難道台上的人不是聖子？混賬！污衊聖子可是死罪。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。他呸！他也配！
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。难不成这秘境里面还有第二个圣子吗？圣子只有一个，但绝不是他。他要不是圣子，那谁是？大家可别相信台上这个冒牌货，真正的圣子是我姐夫秦道长。秦道长是圣子？宁儿，就算秦圣是秘境的圣子，但他没有修为，我们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谁说姐夫没有修为的？一会儿挨个收拾他们。你们脑子是糊涂了，他就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废人，还敢妄称圣子？是吗？那如果他是圣子的话，为什么不敢在紫云道观和我们相见？这……他要是圣子的话，怎么不见长老来接待？这因为……都给我住口！我不管你们是谁派来的，今天都必须死！小子，你现在回头还不晚。这秘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謂的圣子。我就是圣子！你不是圣子，我姐夫才是圣子。我不是圣子。姐夫，你真是圣子啊！我不是圣子。这秘境里根本就没有圣子，只有道士。都给本座住口！本座就是圣子！圣子大人息怒，我这就替你杀了他。滚開！本圣子要親自動手，我不管你是從哪兒來的，今天不會活着從秘境走出去。你這麼做，不怕張之宗知道？你知道張祖師？你到底是什麼人？你是不是還認識王淵長老？你去過山頂？我是去過。要是你最敬重的張祖師知道你是如此作為，住口！只要把你們都殺了，就沒有人會知道這件事情。这怎么回事？你看，啊，又是噬魂阵！之前是你们侥幸逃過一劫，這次由聖子出手，你們沒機會了。我看你們才是沒機會了。小娘皮，你找死！陈燕，既然秦生給你們機會不好好珍惜，那到時候就別後悔。到時候可別哭着求饒。胡言亂語！哎呀，又是什麼噬魂陣？你就不會點別的？什麼歸虛陣啊，化靈陣啊？笑死人了！什麼歸虛陣、化靈陣，從來沒聽過。聖子大人，我看他們是嚇破膽了吧？你們有什麼資格說話？你是從哪知道這些的？你只會最垃圾的噬魂陣，是因為你根本就沒資格學其他陣法，甚至連看的資格都沒有。秦生，你太狂妄了！聖子乃世間唯一的真仙，無所不知。你到底是什麼人？為什麼會知道這些？我不僅知道這些，我還知道你師父是秘境裡的王淵長老。既然你知道那麼多，本座更不可能會放你離開。好啊，我等着。放心，本座會將你的軀體煉化，化作本座成仙之路上的養料。虛媚，冥頑不靈。
什么？这么厉害！我没看错吧？我们女婿一掌就将这个假圣子打趴下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心虚，你是怎么做到了的？你一开始就是在藏拙。齐生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姐夫，你藏了那么久，终于肯露出来了。我是觉得这假圣子貌似也没那么厉害，而且你们张祖师好像忽悠我了，我好像没那么弱呀。滚开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可是筑期后期巅峰修士，差半步就踏入结丹期，居然挡不住你一招。筑基期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师父只教过我一招。哎呦什么？你看，哎，也不知道张祖师何时回来。希望秦道长能在张祖师回来之前解决掉那个擅自闯入者，不然我肯定少不了被责罚呀。唉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怎么不见江无悔呢？等一下，这股力量是秦道长。怎么可能？这股力量，你也是修仙者？修仙者，姐夫。修仙者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姐夫，他就是修仙者。哼，姐姐，你们骗我骗得好惨啊！我也才知道我是修仙者，你们张祖师啊，一直在忽悠我。等一下，你现在才知道你自己很强？对啊，原来你之前的藏拙不是装的。我要是早知道我自己能横扫一切，我还费什么劲跟他们拉扯什么？修仙者，我女婿竟然是修仙者！你们二位是不是早就猜到了？那是，我们一直都对圣子大人无条件的信任。对，无条件信任圣子大人的品德，我们对您忠心不二。你们要去哪兒？前辈饶命，这件事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放过我们吧。杀人偿命，欠債還錢。你這身上殺氣這麼重，手上不知沾了多少鮮血。前輩，饒命啊！哎，就你這樣，還敢自稱什麼秘境聖子，真是可笑。對，秘境，你不能殺我。我師父是秘境的護山長老，我師祖是張之宗。你要是敢殺了我，他們是不會放過你的。是嗎？秦道長且慢。秦道長且慢。秦道長，這裡發生了什麼？師父，你救救我！這位道長他要殺了我。張無悔，這是怎麼回事？你怎麼在這裡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本來是在這裡修煉，然後他突然衝進來，讓我滾出去，還想要殺了我。你污蔑人！明明是你夥同陳一德，想要用噬魂陣煉化我們。噬魂陣？你在修煉噬魂陣？果真有此事？師父，我沒有啊！為師再問你一遍，你有沒有在修煉噬魂陣？那可是我們宗門的禁術。我怎麼可能會做出這種事情？一定是他們的污蔑。對，長老，是他們污蔑在先。你放屁！你剛才還想用噬魂陣煉化我們，怎麼
敢做不敢当，你算什么男人？师傅，你宁可愿意相信这个外人，也不愿意相信弟子吗？为师再问你一遍，你刚才所说的句句属实，没有半点虚言吗？没有半点虚言，我怎么敢欺骗宁二老呢？真的没有？师傅，真没有啊！若有半点虚言，我自毁于天地！住口吧！我没有你这种徒弟！师傅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犯下滔天大罪，还敢口出狂言！师傅，我没有啊！宁可愿意相信这个外人，也不愿意相信弟子吗？你可知道秦道长是何人？他可是张祖师的亲传弟子。秦道长有必要騙我嗎？张祖師的親傳弟子，怎麼可能？你怎麼會是他？張祖師，吃糖吃糖，今天是什麼喜事啊？還能有什麼喜事啊？那小子突破渡劫期了。什麼？秦道長突破渡劫期了？千百年來，終於有人突破渡劫期了呀！以秦道長的天賦，飛升成仙亦有望啊！老夫也有臉去見列祖列宗了。渡劫期，那豈不是仙人？二狗子，當年你苦苦哀求二位長老帶你入門，你說過你會心繫天下，造福百姓。當年你下山的時候，我們都深感欣慰。可是，你下山卻是去作惡。秦道長，是我管教無方，讓這個孽徒下山作孽，還請您恕罪啊！行了，發生這種事情，也不怪你，或許是我們看錯人了。多謝秦道長。秦道長，怎麼收拾這個孽徒？留他一命吧，斬去他的經脈，讓他此生無法修煉。是。不能廢掉我的經脈，讓我無法修行。我和別人有什麼區別？孽畜，你害死那麼多人，要是繼續放任你修行，以後還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。師父，饒了我吧，我保證以後再也不犯錯。饒了你？那些被你害死的無辜冤魂，誰饒了他們？我的手尾，我的手尾。秦道長，人我先帶走了。接下來該算算我們的賬了吧？秦道長饒命！要蓮花你們這件事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，全都是我爹做的。孽子，窩囊廢，你能不能有點骨氣？本來就是你做的，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。秦道長，你就殺他，孽子，你說什麼東西？你就認了吧。夠了，我沒空在這看你們父子反目，我不會殺你們的。但我神通拳的修為，廢了我的修為。像你這樣的人，根本就不配修煉。我只是取回了不屬於你的東西。多謝秦道長饒命，多謝秦道長饒命。我可以走了嗎？走吧。且慢！聖子大人讓你們走，但我們沒有答應。
你这是什麼意思？秦道長都已經答應的事情，難不成你敢違背秦道長的意思？你怎麼處置他們，與我無關，交給你們了。秦生，不加信用！你不是已經答應好了嗎？放我們走的嗎？我是答應你們了，但是張老、江老不答應。你不得好死！走吧，我們回家，时候也不早了。那我們接下來是回道觀還是？哎，先回家吃個飯吧。我呀，還要去見一下我師父還有師伯，他們一直在忽悠我，我得去問個明白。師祖可能也是為了你好。師父呀，你真是用心良苦。誠心破妄，方知我；雲起足下，始見真。哎呀，王長老不是說他們今天回來嗎？這也是時候啊。秦生，你師父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啊？怎麼，擔心他不喜歡你？別怕，我師父他就是個老酒鬼，老愛喝酒了。哼，到時候你給他準備點好酒，他保證喜歡你。那我呢？我得準備什麼禮物呀？小寧，你那麼激動幹什麼？我不還是為師父他老人家着想？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動什麼歪心思，我告訴你，想都別想。切，公平競爭。臭小子，我回來了！弟子拜見師尊。哎呦喂，行啊你，這下了一趟山，帶了2個道侶回來。師父，一個。這位是我妻子楊沁，這是小姨子楊寧。晚輩拜見師尊。哎，好。哎，等會兒。哎呦，他身懷天靈根吶，不得了啊！師父這話是什麼意思啊？楊沁，你是天生的修仙者啊，以後就在山上修行，不要下山。以你的天賦，鑄就修仙之路，那是遲早的事。還不快謝我師父！多謝師父，弟子一定潛心修煉。哎，好。師父。那我呢？你這……哎呀，沒事，以後也跟着修行。以你這3根柱的天賦的話，將來有機會突破結丹期。楊寧，讓你之前嘲笑我沒天賦。行了，少廢話，給為師炒2個菜。最近閉關有些饞了。師父，還是我去吧。好。我也去幫忙。好。哎呀，你這下山究竟遇到什麼事兒啊？竟弄了2個道侶回來。師父，哎呀，好。哎呀，這就騙我你啊！